而家咧就要駁翻好嚿充好咗嘅電，因為琴日咧嚿電咧就冇熄到燈啊，咁啊應該七七八八就冇晒啦。咁就攞個充電器咧就充咗，咁而家要駁。咁駁咧就要係駁正極先，咁啊簡單將佢粒螺絲咁就穿過個窿，跟住對落嗰個紅色一整條，咁啊上翻實佢就 OK。好，實咗到第二粒啦，到附近一樣係啦，對個窿，附近就有火花，應該都有電嘅，但係就小心啲啦。哦，實咗，咁啊上翻電池蓋。咁一般我可能呢段時間會試下車先，但係我覺得90%都得㗎啦，所以咧我就唔試車。咁啊，因為錄緊片啊嘛，咁啊整埋個電池蓋啊。如果唔係，否則咧撻車試下先，如果 OK 先上翻電池蓋，唔得咧會再做翻頭先拆啊、檢查電池啊。好，咁啊完成啦。咁啊攞條鎖匙去着下車，睇下着唔着到車。好，有電啦，睇到，睇下着唔着到車。搞掂。